大家好，歡迎再次嚟到為神州禱告2分鐘。今日咧，我揀選咗喺神州裏邊一啲嘅民生需要，我哋一齊祈禱啊！咁根據中國新聞網最近一篇嘅報導啦，呢度咁話佢話近日咧，四川省多個政府單位聯合發表咗一個叫做辦好民生實事促進學生心理健康實施方案，計劃咧就建設學生3級嘅心理健康中心啦，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啦，同埋關愛嘅服務，並且咧提出以縣為單位嘅心理輔導熱線喎，咁為學生同埋家長咧提供24小時嘅心理健康諮詢服務，並且強化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同埋宣傳嘅普及。咁呢個方案強調咧要實施1對1嘅心理輔導同埋關愛服務嘅。主要對象咧係為嗰啲學習困難、家庭經濟亦都困難，又或者係家庭關係緊張，甚至或者係遭遇重大變故等等嘅特別需要關注嘅學生而設嘅。我哋一齊低頭嘅為神州禱告。天父啊，我哋求你真係透過呢啲嘅新政策，可以咧嚟到去真正幫助到喺神州裏邊嘅學生同埋家長，亦都咧嚟到去保守呢個心理健康教育咧，能夠喺神州裏邊嚟到去全面嘅發展同埋被普及化。我哋更加渴望嘅就係主啊，你保守透過呢啲嘅心理輔導咧，能夠幫助喺神州裏邊嘅學生們。我知道佢哋每一個都係因為學業好大壓力，希望咧透過呢啲嘅輔導，幫助佢哋可以舒緩到從學業或者學習或者課外活動等等而帶嚟一啲嘅情緒嘅壓力，更加咧同時間可以咧幫助佢哋改善人際關係。我哋同心嘅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阿門。今日嘅為神州禱告2分鐘嚟到呢一度，希望下個禮拜繼續有你一齊參與守望神州。拜拜。